您好，欢迎光临。你们从那个省来？我们从中国上海。上海会来吗？上海来吗？是的。เชียงใหม่第一次来。对的。你们来看到ชียงใหม่喜欢什么？喜欢，很喜欢。喜欢水果吗？喜欢。喜欢寺庙吗？喜欢什么？寺庙。寺庙。我们去看了四贴山。四贴山，对。你来你看到我吗？在这里。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在荧屏里边看到。看我。是的。我们可以登里丁的唱歌吗？纪念是多充满喜和人。我们就是听了这首歌，我们才到清迈来的。谢谢。OK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。好吗 ？OK 祝你们玩得开心。谢谢。拜拜。新年快乐。